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4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先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是增加26333例本土病例，有62个人死亡。境外伊类部分冇验到新的变种病毒 BQ.1 甲 BQ.1.2哦。另外，指挥中心嘛宣布讲，防疫要搁再放令，11月初7开始，甲确诊者大做伙的人全部拢改做0+7，唔免隔离，只需要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26336例，另外境外移入有21例，死亡个案是62例。那境内个案跟上周一有下降了2470例啊。目前来讲，他们是预测 BQ 家族可能成为欧洲下一波这个秋冬流行最主要的一个 COVID-19 的病毒株哈。那我们上一周是有从这个德国、英国各检出1例境外移入的这个 BQ.1.1哈，那另外从美国境外移入的部分有检出1例的 BQ.1哈。同住的接触者那本来是2轨，是3+4跟0+7是可以选择，就一律实施0+7的这个不用居家隔离的这个方式，不论是否有这个完成疫苗追加剂，都是用0+7。再来看金管会今仔开始有条件禁止放空，嘛因为美国股市大起，台湾股市今仔一开盘就起超过200点，指数又搁重回13000点哦。也毋过碰过概念股的指标，台积电甲鸿海盘中并乌，最后是收伫12856点。有分析师认为讲，续来还搁观察国际股市的趋势，若说美国股市表现了无好，嘛是会继续影响到台湾股市。半面几片红记记。受到美国顶礼拜5收盘大起，甲金管会宣布实施无条件限空令，152栋个股日一落3.5%以上。今仔日开始，平盘下禁止放空，稳定市场信心。台北股市早盘起94点，以12913点开出了后，盘中捌大起超过200点，收复13000的关卡。不过碰过概念股。鸿海、台积电等指标股由红翻乌，连带影响目前大盘起无遐济。大盘的趋势就是这样子嘛，并不是说因为谁做空，然后股票大跌。只要美国在跌，我们跟你讲，你限空令什么几趴都一样。就伫全球通货膨胀危机一直加悬，加上美国短几个月来已经起利息12码。台股的加权指数已经为年初1月初时的高点18619点，落甲失守13000大关，落的幅度已经超过30%。就算国安基金伫7月份收款入场了后，还是动伊袂调，继续落。金管会顶礼拜佫提出限空令，过去台股就捌实施过4届限空令，是伫1998年、2008年、2015年甲2020年，若佫加上即届，就是第5届。针对这点，分析师认为讲，政策后续的力头有偌大，要来观察。多少对于空方的力道有一些限制，但是整个大盘的整个的主轴，还有它的格局，还是要回头去看美股啊。你知道，如果美股持续反弹，我想对于整个大盘这个反弹的力道有更大的一个推升的一个作用。分析师表示，因为台股反弹真弱势，所以接落来要来观察国际股的走势。美股若持续走低，恐惊会影响台股接落来的表现。建议投资人伫操作的时阵，要是爱谨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三峡大东路一个社区，昨下晡发生爆炸，有5个民众受伤。警方调查发现，讲现场有一寡黄色的粉。监视人员表示，讲爆炸的地点是一个着伤老先生4楼徛家的仓库，内底是有放改造的枪支，甲一寡炮啊，佮烟雾弹，会依照违反公共危险罪送侦办。社区的1楼规个是乱糟糟，监察人员真细致，加入去爆炸现场勘查，确认爆炸的地点是伫4楼，一个小外独立的仓库，是为铁门下底为内底向外口爆炸的。现场发现有真侪市面上伫卖炮啊、甲烟雾弹等等危险的物品，还佫有2支模拟枪、甲2支空气枪。经过勘验调查发现这些黄色粉末其实不是火药成分，是烟雾弹的燃烧之后的粉末。警方嘛伫室外发现疑似一支改造枪，研判是爆炸的时阵为窗仔门飞出去，不过伫现场无查到任何改造的工具。因若这个仓库是一个4楼着伤的人的，警方调查伊过去有使用过炮啊、甲假枪等等的物件，做甲人偷笑的工课。刘男目前伤势较为严重，
全案还要等刘乃清醒后才能进一步厘清。目前全案朝刑法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报请新北地检指挥侦办。爆炸案件发生的时阵，这个姓刘的男性伫现场，因为爆炸烧着伤，程度是2度，目前还伫插管治疗当中。另外，还有4个着伤的人拢是轻伤，检警会等这个姓刘的查甫人清醒了后，进一步来理清案件发生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特当元宵的放风炮的盐水武庙，昨早起传出火烧，有人听到讲庙内有爆炸的声音，后来笑庆白烟哦，赶紧去拍火，加在火无介大，消防车到现场之前，火就已经拍花了。起火原因可能是垃圾的火去烧到加速管，造成意外。规涂骹拢是火烧过所留的火糊，物件嘛拢烧到乌麻麻。台南盐水武庙23透早发生火烧的意外，庙方讲先听到爆炸的声音，随庆出白烟。加在火势无讲真大，警消来到现场进前，庙方已经拍花了。这庙迄支打鼓的吼，本身没有完全熄火啊，让它坑伫迄个熊外边啊，香末，然后有香炉，就是有算不算焚烧？它就是闷到，然后就是有烟嘛，有灰，然后就是整个地上就是脏脏的。警消初步研判，可能是垃圾火去烧到加速管，才引起火烧。加速管底部也阁因为爆炸规个扁开。隔顿工庙方就紧找厂商来摒扫，也阁找到一卡互大火烧到破坑的水桶，含一堆互火烧起的垃圾。那怎么长得就这样？因为它融化掉了啊，因为它是整只的，像我们刚刚放在五行灯里面，它是整只的。庙方赶紧来整理现场的五行灯，倒仔边啊，阁通看到互火烧过的只。台南盐水武庙有100年的历史，逐年拢会放元宵放啊炮，香火一直拢真兴。加在这个火烧意外发生伫咧透早庙门还未开的时阵，无去伤到现场。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后尾分局的警察昨录到台中的清水，要抓一个通缉犯哦。警方甲通缉犯的车动落来，小队长落车要去抓人，无想到讲对方驶车弄过来，造成小队长着伤，加在是无性命的危险。也毋过，这个通缉犯哦，佮驶车绕跑，警方目前佮抓人。救护车赶到急诊室，伤者虽然意识清楚，毋过用手剃头，感觉是真痛。伊就是伫云林后尾警分局侦察队的姓廖小队长，到院的时阵腰骨骨折，好甲在生命现象稳定。病患的伤势主要集中在于腹部以及四肢的擦挫伤部分。到院时，病患是清楚的。经过我们一系列检查，发现说病患的一个下背部的部分，在腰椎的地方，第1节到第4节有骨折的状况。23中昼11点左右，云林警方华区办案，伫台中市的清水区5处之家，为保一名牵涉庆炮案件的涉过通缉犯，锁定行踪了后，伫这厂房出入口用警车阻挡去路。迄时阵，姓廖小队长要向前检查，煞被涉过嫌犯开车冲撞，弄到警车甲姓廖小队长对人厂房铁门也弄歪去。歹徒听见我们这帮车那就冲撞那个铁门之后，那波及到我们分局的2台正帮车以及1名廖姓同仁受伤。云林警方表示，姓廖小队长目前伤势无甚要紧，毋过爱留院观察2-3天。另外，涉过嫌犯目前还在逃。台中云林的警方也用车捉人，要全力将人解了到案。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选战，台北市长三脚督是正竞争。中央广播电台甲盖洛普公司上新的民调显示，国民党的蒋万安支持率超过2%9，上领先；民进党的陈时中2%2，第2名；黄珊珊1%7。那李龙表示讲，民调只是提供参考，会阁继续拍拼。蒋万安今仔嘛搁再针对疫苗议题批评讲，应该爱甲高端疫苗当初审查的过程公开。但是中嘛爱蒋万安，甲知影的拢讲出来，唔通只会晓指控。首都的选战，那里的攻防拢重点放伫咧疫苗的争议。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蒋万安，搁再批评高端的 EUA 审查无龙影，个人做高端疫苗去日本，关补助3支国际疫苗，种种拢显示卫福部伫咧把关是做了真失败。我跟大家讲，这不是补打，这是重打。也就是当时打的高端疫苗，跟完全没打一模一样。
要，现在都应该要让民众好好的一一检视。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当时整个审查的过程一一的摊在阳光下。疫苗采购的争议也无停，蒋万安伫最近无看资料直接写出 BNT 甲卫福部互相保密的协议的部分内容，另也立委批评伊安尼制作是违法公布，断章取义。针对蒋万安批评2/3的资料拢被抹做黑色，这个呢，陈时中知影疫苗的绩效，对此陈时中也做出回应。不要说遮掉2/3，还有1/3是露出来的。那1/3就包含了我讲的那个价格，他一直要叫我讲，我说在保密上面我不宜讲。那他觉得他应该不应该讲，用胡说八道这种话来带过去，只能显露出他是恼羞成怒了哈。台北市选战竞争真激烈，根据中共加干诺普公司所公布的最新的民调，国民党蒋万安支持度是29.67%排第一，民进党陈时中22.13%排第二。一那无党籍的候选人吴珊珊是17.42%，中国的党主任张晓空认为，弃单保皇是绝对无可能的代志。针对民调，那立龙表示，民调只是当做参考尔，会继续努力争取市民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卫权委员会今仔针对高端疫苗的争议进行询答，有立委是讲有媒体人指出讲高端疫苗是因为卫福部的压力才取得紧急使用授权。卫福部长施瑞元是讲高端在交出2期临床试验的其中报告了后，本地就会当申请 EUA， 这无啥物问题。另外，针对11月2日的选举，确诊者敢会当出门去投票？施瑞元是强调讲，会佮看疫情的发展，将对隔离的时间佮做讨论。国产高端疫苗一直有争议。前日资深媒体人吴光琴讲，高端原本今年中才会完成2期临床试验，不过却因为卫福部介入，硬要求因爱提早1年完成，引发立委质疑讲高端疫苗的安全性佮有效性。针对这点，卫福部长施瑞元表示，这是误会。高端交其中报告了后，就会当申请紧急使用授权 EUA， 无一定爱等临床试验全部结案。而且高端2期试验还佫在进行，最近才结案。他说，食药署下一个指令就是我们高端的 EUA 会提早1年。EUA 通过的时候需要。这个是2件事嘛？对，2期的期中报告，那它已经符合了。那另外一个是这个临床试验的结案报告，那是到今年。另外，嘛有立委关心讲，剩个外月就是9合1选举投票。最近新冠本土疫情有较缓和，确诊者敢是有机会甲一般人分流投票。施瑞元认为这项上有困难，不过会针对确诊者缩短隔离时间来讨论。没有确诊的乡亲，你就3点以前去投票；确诊的乡亲就请你3点以后去投票。委员刚刚的那个建议其实执行起来会有非常大的困难。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到10月2日为止，有120.800吨高端疫苗到期，会以天数来消费。而且目前高端还未提交 EUA 补件的资料。外交部的报告嘛指出，若是日本、其他包括新加坡、美国、西班牙、智利等等的国家，入境检疫敢若承认 WHO 有认证的疫苗。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金钟奖小可上得甲范晓萱创作的歌曲《I Promise》。代表戏剧良辰吉时摕到主题歌曲奖哦，也毋过传出讲这首歌当初其实是为着大家嘛出巡做的歌，报奖的资格恐惊有问题。文化部长李永德今仔早起伫立法院表示讲，敢有违规，上紧伫2礼拜内就会讨论出结果。我觉得入围就是被自己被丢到摸彩箱，那现在。是奖券播出来了。金钟奖典礼，音乐人好上到正欢喜的上台，领主题歌曲奖。点过抓团出资格争议，因为这种的歌曲，伫咧去年就被当作大家马祖辽境活动的开幕曲，临时为着大局良辰吉时特别所做的歌曲。文化部长李永德伫咧参加立法院辩论时阵讲，目前是已经交予评审委员伫咧鉴定。现在正在调查了解当中了哈，那么把调查的资料会交还给这个评审委员会哈，再去做再一次鉴定。如果有这个违反报名的资格的规定的话，
那么可能会取消他的资格了。李英德讲，若是了解了确定违反报名的规定，就会取消伊的得奖资格。但是，敢会由第2名来递补，就要由评审委员会来决定。上近2礼拜来就结果会对外公布。伫咧发生资格争议了，良心结社报名单位讲，伫报名时阵拢有讲歌曲的背景，依照报名的规定作业。也若郭尚德伊本人2、3伫咧 FB 发文，讲其赞成金钟奖分做2天办理。对网友问讲得奖的争议，郭尚德是回应讲，报名奖项公司会统一对外说明。到目前，伊电话无人接。不过对金钟奖分做2天办理，李英德是给予这种分数。80分是有的了，这一次是第一次分开来办理对，当然各方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一些意见我们还会继续去收集明年要当然进步到90分嘛。强调金钟奖明年也是分做2天办，不过对今年听开办，也有超时的问题，也会针对流程做检讨。记者综合报道。感谢。来看总统蔡英文今仔接见世界民主运动全球大会联合访问团。总统表示，这届大会是边境解封了后，伫台湾办的民主大活动，望国民党继续来推动民主国家的团结合作，和全球的民主会当有如何的发展。这就是再次明确揭示，只要当民主国家团结一致，产生更强大的结盟力量，才能够有效反制威权政权带来的各项挑战。We recognize that this is a young democracy, which emerged after nearly 4 decades of martial law. Members of our family are proud to have given support to that successful transition. And despite continu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this is not a place where democracy is in peril.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主席沃拉克讲台湾虽然面对内外挑战，也毋过民主并无倒退路，等等是如何团结。第11届的世界民主运动全球大会25到27伫台北举行，会针对妇女权益、多元性别甲少年人参政等议题来进行交流。再来看中共20大军委人事的名单嘛，已经出来了。咱国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表示，对这份名单看会出来讲，中共对台湾的态度未来会愈硬。另外嘛，传出讲咱向美国买的武器交换延迟，也毋过国防部是强调讲，并无发生这款问题。中共20大的新任军委会人事已经出来，由张荣杰甲胡伟东做副主席，因为胡伟东捌伫咧东部政区做过。咱国防部长邱国正讲，这项人事案会当看得出，因对待政策是更加强硬，而且自军长甲年龄来看，中共是已经做好准备，国军的人事也会做调整。我们从人事方面，我们也在调，但不是针对他，你怎么调我就怎么变。我想都是国防政策都有一定的脉络的我们还是要很稳扎稳打的去做工作。邱国正强调，国军随时拢伫咧备战，会全盘考虑。不过，台海局势紧张，国军对美国的军购案件传出交会延期的情形，尤其是车进飞弹到即马7年拢也未摕到。国防部是回应讲，会伫咧114年全部甚至是提前交会。另外，战车甲鱼叉飞弹的采购也被立委质疑。可是我们原来应该可以拿到36辆 M1A2 战车的，我们连1辆都没有。就这些部分来看，这样不算严当吗？我们国家采购不管也好或者军售，各方面不是像一般国家那么样简单的。的确有很多会有一些窒碍难行的问题，或者遇到困难。国防部的报告强调军购不品。美国的专案办公室讲，会伫咧法技师最终年度进程交予军购国家，也若因为俄乌战争，立委担心台湾会更入去代理人战争。邱国正回应讲，国军就是为中华民国的国家利益而战，绝对袂拿着美国的国旗替美国来战。记者综合报道。习近平是中共史上头一连做3任的总书记，外界正关心习近平对美中关系甲台海局势的主张，未来敢会有啥物改变？有学者认为讲，20大了后，人事的调整是真侪，未来对台湾的工作应该会有真大的改变哦。嘛认为讲，美中关系可能会互因为台湾议题发生冲突的可能会增加。
23率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伫记者会顶传出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拍炮建立做第3任。晚会名单是毋是牵动两岸关系？亚太基金会首席顾问赵春山指出，中央对台统一无时间表，按过策统的大方向，会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到2024年会尽管台美总统大选，可按算伫2032年到2049年实现统一目标。二十大了后，会展现未来对台工作完全无共款的风貌。20大以后啊，对台政策这方面啊，两岸的问题要由中国人来解决嘛，所以它会减少美国参与的这个力道不要让美国再扮演这个球员兼裁判的角色。两岸局势发展也受美台关系影响，有学者认为，中国在主权上也是希望甲美国维持和平共处的模式。不过，为习近平的政治报告当中，因看出双方伫政权、经贸科技限制甲军事上的立场拢无同。不过，中国依然会避免甲美国经济脱钩，或者是发生军事冲突，维持斗而不破的关系。台湾议题也是未来美中斗争的焦点，甲可能造成冲突的因素。大陆未来5年呢？这种加快、加大对台统一的这个作为以及甚至用军事手段来这个施压台湾或者是美国呢持续的来提升跟台湾的政治跟军事上的关系呢这双方呢都会产生这个进一步的竞争。习近平在一大代报告当中，有关政治思想内容比经济较济，人事布局也大洗牌。王国成指出，未来伫中共加紧统一的作为顶悬，美中两国因为台湾议题进一步发生冲突的可能也会提悬。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前英国首相 Johnson 伫昨宣布讲，为着党内团结，伊无要选保守党的党主席咯。因为无 Johnson 这个竞争对手已经摕到超过100亿元支持门槛的前财政大臣苏纳克，应该罢免是后一任的首相咯。英国的前财政大臣苏纳克将会成为英国新首相，也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印度的首相。对位前首相强生退出选举，苏纳克向伊致敬，表示将会永远感谢伊伫咧新冠病毒疫情也个俄战争时期的付出。苏纳克摕到要竞选党魁所需要的100位下议院议员支持的条件。伊竞选团队一位消息来源，甲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讲，伊并无认为所有的代志拢是理所当然。苏纳克23宣布要参选，迄当阵伊伫社群媒体有大文讲，英国是一个伟大国家，但是咱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要成做保守党的党魁，也个恁的后一任首相的原因。苏纳克伫咧9月初保守党党魁选举时阵祝贺特拉斯，因那特拉斯上任才45天，就因为检视政策不当引起民怨，过来通膨一直欠悬等经济原因而辞职。苏纳克伫咧强生做首相时阵是做财政大臣，也毋过尾苏纳克辞职，也是迫使强生下台的原因之一。自从特拉斯辞职了，就传讲强生可能会要搁选。强生伊本人本来也搁伫咧加勒比海度假，也提早结束返来英国。甲苏纳克也搁共款宣布要参选的下议院领袖莫登特见面谈了真久，伊讲伊已经摕到102位议员的支持，因过其实即个人57位公开表态。强生讲伊相信伊会当再一遍赢到选举，但是尾伊认为这毋是正确的代志，即马时机毋对，也答应讲会支持任何摕到最后成功的人。因若莫登特上班伫咧24下昼2点，就要摕到100位下议院议员的支持。不过即马离这个数目也有一段距离，若是即个一位候选人摕到100位议员的支持，就会当当选，无需要搁经过党员线顶投票。共党的领袖史塔莫尔讲，不管啥人就任，新政府拢爱负责甲即卖局面处理好势。公司新闻黄伟玲报道。目前，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恐惊是愈战愈严重了。罗西亚军队发射飞弹去拍掉乌克兰一栋民间大楼厝哦。也毋过，罗西亚嘛指控乌克兰使用有放射性的武器来进行攻击。俄罗斯第3向乌克兰控制尼古拉耶夫发射飞弹，甲用无人机轰炸。乌克兰这方面是讲，应该俄罗斯14台无人机拍来。Стенка между соседями лопнула. Можно даже там отверстие сделать. Вон, бачите, что с упором. Вот. Тут был магазин, его нету. Магазина. 俄罗斯也警告讲，战争恐惊无受控制升级。
尼古拉耶夫是伫咧乌克兰南部城市哈尔松西北边35公里。俄罗斯惊讲乌克兰会反攻，所以叫哈尔松6万位百姓，大家家己想办法紧走。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讲，担心乌克兰可能会使用垃圾弹。垃圾弹是一种放射性物质加常规炸药结合的放射性武器。伊也甲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通过电话，不过双方拢无公布讨论的内容。Розуміють, хто джерело усього брудного, що тільки можна уявити у цій війні. І якщо хтось і може застосувати ядерну зброю в нашій частині Європи, то це лише один суб'єкт. І цей суб'єкт якраз і наказав товаришу Шойгу кудись там телефонувати. 乌克蘭最近幾禮拜，一個東北部加哈爾松的戰事攏有進展。因為俄羅斯是以飛彈加無人機攻擊烏克蘭的民間基礎設施，摧毀烏克蘭40%的電力系統。兩邊攏指控對方想要炸掉烏克蘭新卡霍夫卡水庫，若真正炸掉，烏克蘭南部將會做大水，包括哈爾松。另外有一台俄羅斯的軍機伫咧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市執行蘇凱30戰機起飛，摔來弄到一間零體料導火，有飛行員死亡。這是17烏克蘭南部耶伊斯克的蘇凱34戰機摔來了，最近一禮拜第2件蘇凱戰機的事故。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過來消息來看，中華縣頭一棟的社會主體今仔動工，這是內政部負責地點是伫彰化市正熱鬧的市區，要起275戶，預計是2025年會當完工。那我想这个案子我们有日照还有日托的空间，好，一方面有充分的社会住宅的数量在这么好的区位，一方面也希望能够在日托日照这个部分也能够服务周边的住户。警消我们至少都会保留3%的户数了。那当地民众其实所谓的当地，当然可能是指在地和邻近的里。一般来讲，我们原则上5%左右会是一个保留的数量。内政部处长华进群甲中华县长王惠美出席开工典礼。这个面积有0.5公顷哦，要起10层楼高，地下2层楼。敢若一间房间的是有172户，2间房间的有85户，3房的有18户。内政部是强调讲，会保留3%给警消人员，5%给在地民众会当优先来登记。再来看诈骗的怀疑会样哦，是愈来愈多。华人最近都有诈骗集团提出出租的资讯伫网络骗想要税厝的人哦，先汇定金要来骗钱，所以要提醒民众哦，税厝伫还未签合约之前哦，无应该承受任何的费用。明明伫10月初用1万块一个月税出去的厝，出租所发现，互人转发伫花莲社群网站各大群组，而且一个月只要7000块，出租感觉好，诈骗集团多多诈骗，就赶紧报警。房子不是租掉了，为什么还出现在租屋网上？就发现那个是假账号，然后自称是屋主，然后又以更便宜的价格7000块去吸引租客去跟他联络。要税找人联络了后，假厝主地用厝已经税出去为理由，小介其他也是多的厝，最后先要求汇定金，才袂阁失去机会，按过钱一汇入，人就消失。消费者会有竞争性的心理，怕慢一步我就租不到这个房子，他会叫你要汇钱来，然后汇完钱之后，可能人就消失了这样。民众若在网络上看到价格明显低于行情，且又有精美装潢的房屋，切勿单方面联络房东或中介就心急汇款，应当面与承租人确认或查看屋况，较为妥当。提醒民众税厝上好到现场确认，广告不实在就是涉嫌诈骗。另外，无论税厝也是买厝，伫还未签订合约之前，拢未收任何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的万雄海洋公园的水族馆哦，有一个水池啊是开放给民众会当摸动物，也毋过顶礼拜有2个囡仔甲狗刷掠起牵来牵去，边仔尤其是看甲真上气哦。海洋公园马上就做处理了。未来园区也会针对入园人数较多的时候去评估触摸池的建制的人数，那我们可能会多派一些现场管理的人员及解说人员，那让所有的游客都能够体验到，那也确保动生物的安全。
海洋公园表示讲，开放予民众会当望动物是参考国外水族馆的设计。18迄天哦，因为学生较济，顺时的是有看到学生的身高刷，佮先甲底下关起来咯。未来嘛会来增加顺时，加强现场的说明，互游客当正确来体验接触海洋生物。再来看屏东的小琉球，最近开放会当掠鱼咯，也毋过渔船出海，常常去拄着呛水的观光客，拢常常伫航道出现是真危险，互渔民真困扰。琉球区议会就呼吁主管机关哦，应该赶紧来画出呛水的管制区域，才袂出问题。伊这若假意落雨呢啊，伤外也伤危险啦。伫小琉球呛水的游客，讲渔船做也被海蟹正晚，这嘛个拄好是掠鱼的季节，人甲渔船遮尔晚，渔民真担心。最近有一种鱼已经回游到这个区块，常常有渔船会在那一边上上下下这样子，而且他们也都没有什么标示，太危险。今天像今天有点浪的话，根本船看不到他们。渔民讲，就算是国家水利，也常常有呛水客熊熊就走出来，你闪也闪袂赴。琉球区渔会讲，应该伫咧大福渔港、三福、美林洞、灵溪洞、花间石等五个所在，为自由呛水的列区，保障游客的安全加渔民的权益。为避免发生安全性的碰撞问题及保障渔民作业的权益，我们的渔会的立场是赞同海委会来限制适当的。台湾自由呛水发展协会认为，无论是去耍或者是去训练，拢一定要全普及。查呛水标普标，若拄到船，才能主动警告。相关单位25日开会讨论限制小琉球自由呛水的区域。我们也期待主管机关可以秉持着这个原则开放、例外管理的精神来深入的探讨自由潜水的管理方案。自由呛水甲船航行的范围相态情形，观光甲渔民的生活要安怎两边拢顾会到？主管机关爱赶紧想办法。渔民希望相关的管理办法爱赶紧出来，若无每一遍出海拢是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最近云林沿海的庄头，传出讲有一寡无会使用的鱼蚊啊、鱼池啊、农地偏僻的所在，互人倒废土，也是乌白蛋粪扫。云林县政府嘛已经成立一个监督小组，要来抓这违法的行为。警方接到通报，甲环保局等等的单位到云林岛南一笪偏僻的农田，抓到违法的业者乌白倒废土。最近云林沿海乡镇陆续传出真侪件废弃的鱼蚊啊、甲田地，互人乌白倒废土。针对这件代志，云林县府阁成立监督小组来因应。这2个月环保局的稽查队就在这个沿海地区查扣了这个18件的这个非法倾倒的状况那我们发现普遍这些非法的业者都是沿着这个西滨公路台61号从外县市直接进到云林县来。农业处表示，县内发展农渔产业，为着要避免相关的案件继续来发生，会当透过监督小组加强处理违法倒废土甲废弃物。若是查到，会阁追查业主、中人甲废弃物清理机构，也阁移请地检署侦办。废弃土的土方的倾倒的部分呢，如果没有达到农地农用或当初有申请的话，我们就依据农发条例第69条。移送我们的地震跟都市计划，依据区域计划法跟都市计划进行采罚这部分，那额度是从6万到30万。云林县府已经会同警方无定时针对进入县内沙石仔车来查检，包括车顶敢有依照规定查注明废弃物甲废土产生源，也是处理地点的证明文件，就是要彻底来改善乌白倒废土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2025年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要伫云林举办，为着要量早培训选手甲奖牌留伫云林，岛南高中今年就成立射击队，佮是专业的训练室，正用心要来培训选手。瞄准细细张的靶纸，弹甲准，看这热情的屈势，遮尔专业，因拢是云林县岛南高中射击队的队员。没有比较好的感觉，我就会有点
小挫折，然后不知道怎么办，但是都会有人给我建议，然后建议我朝着某一些方面去尝试。这个靶场设计得很精心、很用心。再来，我们成立之后的有一些装备还没有完全到位，那总会也很支持我们。支持我们一些枪支，那有一些国家教练也很照顾我们，会先给我们借我们一些装备。为着要让射击运动的人才在地发展，斗南高中伫咧今年成立射击队，唔有专业的教练咧指导，学校嘛打造县内唯一的射击训练室，就是希望用上好的资源培训出上好的选手。今年或明年的这个小朋友里面挑几个来训练。然后14年可以去跟那个对。我们云林县的子弟就留在家乡，然后继续为我们云林县争光。也因为2025年，云林县阁要接办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射击队的教练嘛希望量早培训优秀的选手，并且要将射击的奖牌留点云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东山哦，银影真出名，在地有少年农民就以银影传说故事，甲在地土窑设计出予游客当来体验的活动。伊嘛用传统古早的工艺做出一只铃，对推广银影的产业是真用心哦。那么做伙来了解。即卖寒人就要到啊，福肉是食补真接用到的食材。台南东山的菱景寒肉是真出名，用白灶这种古法烘菱景的方式。更加是在地文化资产，在地青年农民林小峰为着要推广菱景甲白灶的文化，伊甲菱景甲民间故事结合，规划一个合作菱景勇者传说的活动。当初就是在民间故事里面，就是有一个恶龙，然后跟一个勇者叫桂圆的人，用这2个意象来跟这次的活动做结合。那现在我们在做的就是扶一只恶龙的意象，然后可以在我们的土窑地景里面做一个呈现。为了呈现这个活动的主角恶灵的意象，团队办工作坊，邀请古早工艺陈文岩老师来指导学员。因先用铁线把灵的骨架做出来，利用传统的古纸把灵的形体豆豆捏出来。因要用趣味的故事，带大家做伙了解菱景产业的生态。龙岩产业它是一个几百年来的产业，但是大家只会吃龙眼干，但是不知道，甚至还不会分辨，所以我们就想，那就把这种传统的龙眼产业用新的风貌吸引大家走进它的产地去认识它。对，就是刚好把传统工艺跟地景做结合，所以我们就设计了这个活动。团队表示，目前恶灵整体结构已经完成，接下来会测试甲收尾，而且会伫南溪里土窑巷的白灶寮举办实体游戏的活动，希望带领民众做伙体验白灶的文化，嘛支持咱台湾在地菱景产业。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各地哦，拢有真侪老人活动中心，也毋过大部分的学生啊，拢是阿嬷佮阿婶哦，阿公佮阿伯是真罕行。屏东的乐龄学习示范中心为着请拉查甫的长辈来参加哦，最近是开目工课，嘛则确实有请来一寡少年，就对目工有兴趣的老大人，嘛佮有一寡中年人嘛来学，要来培养第2专长。桌顶有真侪项插头的商品，功夫拢真有路。最近，屏东的乐龄学习示范中心开木工的课程，要互时代来参加。来的人真侪拢是男性，有人来这做研究，有人是认真要做师，也有人讲自少年就真有兴趣，可惜是无时间，佮无才调。即马有课程会使参加，时代是真欢喜。希望说来这边学习一些东西，结果来看的时候，老师非常给我们有丰富的一些工艺的技巧。让我们在实际在学习之后，可以做在我们生活上很实用。因为我对这个木工这个区块很有兴趣。那早期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没有办法接触这个区块，因为第一个它工具太多，然后你要自己去买工具，要花很多的钱。然后现在刚好有这个课程呢，我很喜欢。主办单位最近开课予时代来学工艺，不过因为手工、插花等等的课开较济，查某学生的比例就比查甫搁较济。这届是为着鼓励查甫人来这上课，就推出木工的课，也有影增加男性的参加意愿。
是希望说，经由这样的一个课程，可以帮助那一些中高龄的，他可以有一个记忆，然后呢，在之后，比如说在文创市集，或者是说在一些活动里面，然后他们也可以透过这些的成品，可以让他有再就业的一个机会。透过8个礼拜的木工课程，希望学员会使愈做愈熟手，做到出师，甚至做出会使卖作品，互因也会使做外路啊加趁钱，培养出另外一款专长。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嘉义县的三麦场哦，正积极推动布袋戏，唔那办展览幕，嘛会做戏红仔。有一寡收藏布袋戏红仔的民众，拢会去拜托因斗修理红仔。有人就讲哦，这亲像是一间布袋戏红仔的病院。就是它这里的东西太重，然后它会一直把它往后拉到最后，这里就拉不回去。详细检查红仔的状况，三麦堂的造型师知影红仔的问题了后，就要一项一项来处理。伊讲红仔较侪拢是造型的问题，其中头鬃上歹处理。这个头发是一撮一撮烫的，对啊，我不可能整片烫完，就是整片，就是怎么讲，我不可能烫得很快啦，对啊，因为你还要去塑形嘛，然后你还去抓角度，然后恢复它原来的样子，所以这个会比较耗时间。整个维修之后的气色啊，或者是拍照出来的神情，会比之前更好看。就不小心把它弄断了，断成2截，然后想说完蛋了啊，然后带过来就修好了。三麦堂表示，红仔的造型拢是手工打造，时间一久，加减会有坏去的情况。需要修理红仔的民众，拢是支持布袋戏文化的人，所以才会替大家修理。今嘛颠倒正做三麦堂另外一项正重要的工作。所有的人对他们的艺术，对他们的那种对偶的喜爱跟艺术那种热忱，每一个人都说他们的技术很好，对偶也非常的珍爱。咱台湾各县市这的粉丝有收藏红仔，因为红仔出问题了，就是拢直接红仔歹咧，开车就是装来家己表演艺术中心找阮帮伊修理，所以阮这已经是台湾唯一的布袋戏红仔病院。团主指出，台湾布袋戏市场大约有100万人口，这戏迷收藏的红仔有60万身左右。修理红仔虽然互因有机会熟悉真侪人，但是因更较希望会当教民众学会晓这个功夫，替台湾布袋戏文化的发展打好基础。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关心同志权益的组织哦，因家不针对同志无优先国家的国旗设计成做一领裙，呼吁全世界都爱重视接受性取向民众的权益。配合10月底台湾的同志大游行，这领裙嘛伫台北市政府的展出。一领彩色长裙踩伫台北市政府的大厅，斟酌甲看，顶冠是足侪国家的国旗。遮尔水的一领衫背后有悲伤的意义。The dress is made of 68 national flags from countries where being LGBTIQ+ is criminalized, including 9 countries where homosexual acts can result in the death penalty. 荷兰阿姆斯特丹庆裙基金会伫2016年做这领裙，迄时馆顶有77个国家，这10年来有9个国家甲 LGBT 除罪化，譬如新加坡、印度等等，所以基金会就甲这个国家的国旗用代表 LGBT 族群的旗旗冚过。The Amsterdam Rainbow Dress Foundation believes that art is an excellent way to get this message across. By interesting people with a beautiful object, we lower the threshold to talk about the less beautiful and maybe uncomfortable story behind it. 庆裙即摆来到台湾，嘛邀请台湾的摄影师甲变装风hiệu伫台北有名的景点翕相，譬如下海城隍庙等等，互大家看到这领裙甲台北桃园的水。这次能够在霞海城隍庙拍摄，我觉得格外的有意义，因为霞海城隍庙它能够接受同志族群去追求他们的姻缘，然后提高他们保护以及祝福。10月10日开始，庆裙会伫台北市政府大厅展出，逐工中昼创办人嘛会出来小解伊的理念，一直到入到台北同志游行的迄天。记者林淑霞桂林台北报道。罗西亚开战了后，会当讲每一个乌克兰的家庭，至少拢有一个人会上战场来保卫国家。有的是翁仔某做伙，有的是规家伙仔拢上战场。等等是伫罗西亚哦，有真侪民众无认同战争，所以规家伙仔拢搬到国外去生活。
乌克兰南部的炮兵单位有一对红帽，先生多尔戈普洛夫是小队长，太太泰提安娜是急救人员，两人为见面熟悉，迄一天开始就斗阵做代志，到即嘛已经3年多。多尔戈普洛夫想起第一摆见到太太，伊讲迄是因第一摆约会。Суміснимо між собою, то можу так сказати, що перша наша зустріч, воно і була нашим першими побаченнями, тому що сподобались друг другу відразу. 国家团战会也挡袂牢恋爱感觉。多尔戈普洛夫甲泰提安娜为熟悉迄一天，就编伫共一个小队，斗阵生活，斗阵作战。多尔戈普洛夫带机动炮兵单位，若发现俄罗斯军队目标，就反制炮击。因的车队也变来变去，避免互俄罗斯无人机侦测到。在随时可能死亡的战乱的时阵，也捌想互太太离开前线。 Але знає, якщо щось може случитися, то потрібна перша медична допомога. І якби я розумію, що він переживає, я за нього переживаю, але тут і медик треба. 战争让这对红帽心搁较烧火，决定并肩作战到最后一刻。在圣彼得堡开册店的契诺索夫，在战争了后就带太太囡仔飞到伊斯坦堡。 半年过去啊，战争无停止的现象。为11岁查某囝的教育，伊甲太太决定在外乡开一间小册店过生活。В принципе, магазин камерный, небольшой, но мы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он будет долгая счастливая жизнь у него будет. Надеюсь, я думаю, так было бы классно. 俄战争以来，亲像契诺索夫这种烦恼，互人定调去战场，全家都到伊斯坦堡人未少。因为土耳其甲俄罗斯、乌克兰两国同时有真好的外交关系，对俄罗斯的人相对友善，也正做定期的好选项。公司新闻张淑芬评价。 为了要让偏远地区的病人会当伫第一时间受到治疗，英国甲电影《钢铁人》内底出现的飞行喷射的装备应用伫医疗顶头。最近英国医护人员就接受这款飞行的训练，望讲未来会当来提供比医疗直升机愈较有效率的救援。穿喷射飞行衫伫咧天顶飞，英国的资深医疗组织。 大北区空中救护服务的医疗人员，正伫咧英格兰北部教好的坎布里亚山区进行9天的飞行衫操作训练，希望以后伫咧天气歹时阵，会当正紧就到偏远地区的救援现场。 And it's a really key day today to be able to do that in the difficult rain, wind conditions, because obviously in Cumbria it rains and it's windy a lot. So yeah, it's went really, really well. 这款医护人员穿的喷射衫是英国航太科技公司动力工业所制作。这间公司自2017年开始研发喷射衫，这种上新的3D 列印版的喷射衫，两只手拢有2个正细粒的喷射引链，牌影顶头还有一个。 伫咧飞的时阵，上悬的时速会当到136公里，高度会当到3650公尺。不过为了安全是袂飞较紧，但是也是能比直升机更加紧到事发现场提供协助。You're not taking them to hospital. You're getting alongside them to sort out blood loss, a breathing problem, manage pain, and triage that patient. And our ability to get over any terrain in almost any weather and get alongside that casualty, often faster than a helicopter or on foot, that's turned out to be super valuable. It's a very stable piece of equipment, and you can counter it and manoeuvre it and manage it quite safely. 除了医疗救援，这间公司也甲军方的特种部队合作。今年9月，北伫咧纽约港，甲英国的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这轮进行海上的飞行测试。 And in those circumstances, it's all about moving those soldiers over any terrain within a few mile radius, within 15 seconds of notice, and putting them into a position where maybe they can set up an observation post, they can conduct raiding or sabotage, or in the maritime environment, they can actually get on board a ship to secure maybe a hostage situation, for instance. 大北区空中救护服务组织所穿的喷射衫，即马一束的价格是44万美金，换算代票是1411万。希望以后喷射衫更加普及了，会当替偏远地区受伤的民众提供快速有效的救治服务。公司新闻金源庆编辑。来看美国的旧金山有一位总铺师，伊开一间狗仔点心店哦，用天然的食材做狗仔刺绣。伫埃及嘛拍破传统认为狗仔无清气的观念，即嘛是有愈来愈侪人饲狗仔，阁有动物医生会讲到厝去看病的服务。
正详细替宠物检查身体，小金若顾狗的健康，也会替因收增加做美容。埃及这间动物病院替无闲的宠物的主人提供较好的服务，互工作无闲的主人免遐忝。وجود فات ورك في مصر شايفاه مهم قوي بالنسبه لحد زيي بيشتغل كتير قوي وبيبقى بره البيت كتير فببقى محتاجه ان انا بطريقه سهله وسريعه يبقى في دكتور بيجي موثوق فيه。这间动物病院是2019年成立，即马伫咧埃及、沙特阿拉伯甲阿联酋等3个国家，总共有400位兽医，有登记的宠物差不多38000只。执行长阿佐尼讲，埃及伫咧过去10年，因为传统观念改变，饲狗的人愈来愈多。بس دايما عندنا عادي اللي بيربي كلب فوق الروف على السطح او في الجنينه او كده الناس بتتقبلها عادي مش مشكله عشان ده حراسه. لما نزلت الفتاوي ان الكلاب مش نكسه ولا حاجه وان هو المنطق يعني بيقول ان هو لو كلب اكل من طبق ولا حاجه نغسله، لو بني ادم اكل من نفس الطبق بنفس الطريقه اللي بياكل بيها الكلب من الطبق هنغسل الطبق اكيد. 今年最有市场数据公司预测，伫咧未来5年，宠物食品的市场会增加要到17%。2017年，宠物杂志有一篇报道讲，埃及是世界10大增加上紧的市场之一。这间狗的点心店头家也是总铺师，伊捌伫咧巴黎南大学院学过，是一位专业的总铺师。因为想要互伊饲的狗会当食到上健康的食物。 用上潮时新鲜的食材，做出专门给狗食的点心。 It's where I was born. It's the city that I love, that I grew up in. All of my friends and family are here, and maybe it's coincidence, but the fact that there are more dogs than kids here kind of worked out in my favor, in our benefit, and quite frankly, the dogs' benefit. 2015年，玛莎华开这间叫做“杜格”的狗的点心店，并且开发出真多好食、够健康的点心，用上天然的食材，做出上下狗食的食物。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5度。 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6度；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26度。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公视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